明仔载是元宵，有真侪人拢会出门看花灯。台北市卫生局为着要因应新冠甲流感疫情，都伫咧台北丁街会场开疫苗注射站。拜五礼拜暗时6点到8点，民众拢会当去做疫苗。若最近流感直探，3月初5开始，除了还未满6个月婴仔，这所有的人拢会当去做公费的流感疫苗。 台北捷运西门站6号出口出来，往红楼的方向看，就通看到台北丁街的主灯。24就是元宵节，民众会出门看花灯。台北丁街范围包括西门、中华路到北门。因应过年了后，COVID-19 甲流感的疫情也悬，台北市卫生局也要伫丁区设疫苗注射站。 民众为西门町的中华路一路看花灯到捷运北门站的3号出口，看到3号出口就通落楼注疫苗。 台北捷运北门站的地下1楼3号出口，那我们在23号以及24号晚上6点到8点有设置疫苗接种站。那只要是12岁以上还没有施种这个新冠 XBB 莫德纳疫苗的，都可以来做接种。还没有打流感疫苗50岁以上，也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完成疫苗接种。卫生局表示，过年了后拄到元宵灯会，学校开学这寡活动，COVID-19甲流感感染风险提悬，呼吁民众来做疫苗提升保护。另外，疾管署的规划，3月初5开始要放联公费流感疫苗对象。 流感的疫情实际上是处于上升阶段哦，不过我们看到流感疫苗的打气有明显的下滑。那为了让疫苗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，也为了能够带动长者的打气，我们宣布哈，从3月5号，也就是下周2开始呢，我们会扩大这个流感疫苗公费的对象呢，到6个月以上的全民都可以来接种。疾管署估计，目前公费流感疫苗各有7万剂左右。 会伫这段时间规划配送疫苗到各县市，也予目前库存量较少的县市通补到额，呼吁民众会当去做疫苗，提升保护力。记者郭文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